今仔日，台湾基进甲其他的台独团体伫咧自由广场举办台湾大普渡，因表示讲要普渡过去伫威权时期受难的人。因也讲台湾的转型正义这脚步已经慢落来，还有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就要严肃处理转型正义。念香敬重所有牺牲于中华民国大屠杀和白色恐怖之英灵。伫台北市自由广场头前摆倒举办台湾大普渡，台湾基进党初7集合侪台独团体到自由广场头前祭拜台湾过去伫威权时期受难的人士。为什么这些英灵的愤怒不会消散？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既然还在崇拜，还在纪念这个屠夫这个独裁者。1、2、3。众人以铁链仔甲蒋介石的当上游学倒，有228受难者家属讲，台湾推动转型正义已经侪年，但是民众对转型正义的认识也是无够，因为现主时推测转型正义的进度拢无进步。学者也讲，转型正义是国家走向民主的重要阶段。要为这个专制独裁体制要过渡过渡是迄个全自性嘛要过渡到自由民主社会，咱必须爱做思想控制嘛主张关系权威主义这边的物件一定爱放弃。我常常讲，咱少年人为什么拢未想到228的问题？咱在定拢讲228就是一个廉价，我们去玩。台独团体认为，现主时少年人对转型正义的认识也是无够，必须转型正义歹推动。李慧生是呼吁，现主时当咧拼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爱特别关注现行教育体制当中对人权、历史等转型正义的议题认识敢有充足。记者阮刘随台北报道。